今集嘅主題係拆解下對方收埋喺心底入邊一路都唔敢同你哋講嘅說話同埋想法，以及下半年雙方之間嘅關係發展走向。而家畫面上有3張牌，憑住你哋嘅第一直覺，揀一張你哋覺得最吸引嘅，然之後一齊去分組拆解下對方收埋喺心底入邊嘅內心說話。第一組，對方覺得你哋雖然望落去溫柔斯文，但係眼神有一種韌性，絕對唔係軟弱冇主見嘅類型，仲自帶一份疏離但係吸引人嘅氣場。跟住有部分你哋應該係單親或者係離異嘅狀態啊，我哋淨係揀適合你哋嘅信息去對應就可以啦，唔係全部都需要對應晒。好，咁整體嚟講，喺對方嘅眼中揀呢一組嘅你哋，望落去俾人一種雖然好似好溫柔斯文，需要人哋保護嘅感覺，但係實際上你哋內心好堅韌，有一種無論係經歷幾多風雨都好，都能夠自己撐住。無論係你哋嘅外貌、氣質定係內涵都好出眾，身邊從來唔缺乏欣賞你哋同埋追求你哋嘅異性，但係你哋唔會隨便濫用好感，對感情有自己嘅要求同埋底線。對外工作上，你哋自信大方，能夠以理性思維，仲有自己嘅獨特處世邏輯；而對內面對佢嘅時候，又能夠保持一份感性真誠、古靈精怪、可甜可鹽嘅感覺。而令佢最驚嘆嘅係，佢發覺自己以往喺職場上，或者係以往嘅感情關係上，都可以能夠好從容淡定、呼風喚雨，掌控住一切嘅局面同埋節奏。但係面對住你哋嘅時候，呢一切都好似失效咁，反而係你哋喺度輕鬆咁主導兩個人嘅相處節奏。而竟然一向咁強勢嘅佢，內心完全唔抗拒，反而呢好心甘情願咁去呵護、遷就同埋照顧你哋。因為只有你哋先能夠帶俾佢一種，好似無論外界幾熱鬧、幾喧嘩都好，只要同你哋一齊，就會有一種寧靜安心嘅歲月靜好感覺。其實佢哋嘅內心啦，暗暗有一種篤定嘅感覺，覺得你哋之間係一種宿命感，好似無論如何，就算而家分開都好，你哋唔會真正走散，唔會真正分開，總會有一天能夠重新相遇，重新就返埋一齊。相處期間，當你分享你哋獨特嘅睇法、思維邏輯、處事同埋理解事物嘅角度，都會令佢哋內心感到驚嘆，眼前一亮，有種如果繼續同你一齊，自己都可以能夠變得更加好嘅感覺。內心其實好願意俾你哋引領，所以當佢睇住你本身閃光點、優點咁多嘅時候，但仍然不斷喺度進步自己。相反地，佢哋仲面對住一大堆嘅困難、壓力、責任，一直都唔能夠處理好，導致佢哋覺得自己配唔上咁毫無保留、咁真誠嘅你哋。一邊俾你哋深深吸引住，一邊又驚自己回應唔到相同嘅愛俾你哋，而導致佢哋產生一種想逃避、想退縮、想暫時停落嚟嘅想法。現階段嘅佢哋看似冷漠、逃避、唔回應，但係其實內心不停喺度回憶緊過往你哋相處嘅時刻，從來冇真正放低過你哋，只係佢哋唔希望你哋見到佢哋軟弱、唔夠強大嘅一面。你哋本身嘅條件以及內在價值，一直都係佢好欣賞、好敬佩嘅地方。希望你哋知道，你哋從來都唔係一個對佢嚟講可有可無嘅人。喺佢內心覺得能夠認識到你哋係一份好難得嘅緣分同埋好運，心底入邊一直都留有一個你哋專屬嘅位置，從來都冇將你哋歸類成普通朋友、普通路人。即使現階段你哋雙方已經冇再聯絡，封鎖晒一切嘅信息渠道都好，其實對方一直都有以佢嘅方式去觀察住同埋留意住你哋嘅狀態，見住你哋不停進步。對比起佢哋自己目前仲喺度困住喺工作壓力、責任同埋生活瑣事困難上，覺得自己仍然唔夠配起你哋，唔能夠接得住你哋咁毫無保留嘅愛同埋真誠。喺過往，你哋應該仲有嘗試過同佢哋聯絡，
表達你哋嘅感受、想法。而連每一次嘅訊息，當佢哋收到嘅時候，唔係唔開心，但係佢哋好驚回應唔到你哋想要嘅愛，俾唔到一種對等平衡嘅相處溝通俾你哋，所以佢就選擇壓抑、克制住自己嘅感情。而嚟緊下半年雙方嘅關係發展走向，首先其實對方內心從來冇真正諗過要同你哋分開，離開你哋，亦都唔希望同你哋真正走散，切斷所有嘅聯絡。佢冇放棄過呢段關係，私底下一直都有觀察住你哋嘅生活同埋內心變化。以上就係佢哋內心嘅真正想法同埋秘密。佢哋唔係唔想同你哋聯絡，唔係唔想見你哋，只係佢哋知道一旦同你哋見面，佢哋就會心軟。但係目前嘅佢哋仲有好多生活上同埋工作上嘅困難同埋挑戰仲未完成。佢哋覺得自己目前仲未可以能夠用一個輕鬆冇負擔嘅狀態去走向你，唔希望自己帶住一身嘅麻煩，用一個咁差嘅狀態同你哋見面，所以唯有壓制住自己，克制住自己，自己獨自先消化所有嘅難題，先至再走向你哋。希望揀呢組嘅你哋，無論之後關係發展如何，但都記得要堅守住自己嘅節奏，唔會再因為一段關係一個人而降低自己嘅需求，隱藏自己嘅光芒，大膽、自信、大方咁去展露自己。好，到第二組嘅你哋喺對方嘅內心心目中係一個比較務實理性，習慣凡事不停思考糾結，權衡利弊，唔中意太過於轟烈起伏太大嘅感情。你哋習慣獨自一個承擔好多壓力，唔願意示弱，會覺得過度表達自己嘅軟弱就係失態，就係懦弱。喺過往相處入邊，最初你哋應該係考察對方嘅一方，你哋喺度不停考驗緊對方能唔能夠提供到相對嘅幫助或者情緒價值俾你哋。但係喺後來嘅相處上，你哋覺得對方身上嘅一種雌雄同體嘅氣質令你覺得好吸引，對方靈性天賦高，靠佢哋自己嘅學識、興趣、愛好都可以將自己打理得好好，過得好好。面對住對方嘅時候，你覺得佢哋能夠睇穿你哋一切，洞悉人心嘅感覺。過往對方係屬於關係嘅主導方，但係應該係經歷好多次嘅嘗試表達後，而家對方目前應該係有啲唔想再主導，唔想再喐，唔想再表達，唔想再面對你哋嘅冷漠，覺得自己本身條件都唔差，想去睇一睇呢個世界嘅感覺。如果選擇呢組嘅你哋係男性方，我有種感覺你哋即將準備踏上追妻嘅旅途上，幾好唔錯。咁對方到底有冇啲乜嘢內心真正嘅說話想你知道呢？對方覺得你哋有時太過理性，佢哋唔希望你哋過分去糾結、平衡、權衡一切，希望你哋偶爾都可以感性少少。如果你哋係女仔嘅話呢，希望你哋可以都喺佢面前展露柔弱嘅一面；而你哋係男仔嘅話，對方都希望你哋即使面對佢哋，都可以偶爾展露你哋脆弱，佢哋可以包容同埋理解你哋。對方覺得你哋有時講嘅反話令佢覺得好傷心、好心痛。對方其實一直都好認可你哋，好欣賞同埋愛慕你哋。喺你哋面前，佢哋唔需要刻意武裝自己。你哋之間嘅無論對事物嘅睇法角度，心靈定還是精神上，都達到一個好一致，能夠互相理解、明白嘅狀態。好多時唔需要將所有說話講出口，都能夠理解到對方。而呢一份嘅感情係非常之難能可貴，所以佢一路都好珍惜呢一份嘅相遇，呢一段嘅緣分。對方內心最希望嘅係你哋嘅關係能夠恢復穩定平和，喺呢個狀態入邊能夠更加多嘅輕鬆愉快嘅相處同埋能量。希望你哋之間嘅關係能夠唔單止係對方嘅另一半，仲可以係朋友，係旅行嘅 partner， 喺工作上嘅精神支柱，齊面對住所有嘅風雨。無論你開心定係難過嘅時刻同埋挑戰，成為對方永遠最強大嘅後盾，好好經營感情，成就彼此。佢哋雖然外表有種高冷疏離嘅氣場，但係同你哋一齊相處嘅時候，俾你哋慢慢融化，內心好欣賞，亦都好佩服你哋嘅智慧同埋處事嘅能力、思維同埋邏輯反應。心底入邊有將你哋當做佢哋嘅唯一，規劃未來嘅時候都要將你哋考慮埋入去。如果你哋係女仔嘅話，
對方好願意娶你哋，而你哋係男仔嘅話，對方都好樂意嫁俾你哋，一齊好好經營感情，組織穩定嘅家庭，一齊成就彼此。咁嚟緊雙方下半年嘅發展狀態，你哋會慢慢恢復對話，可能現階段嘅佢哋因為唔再主動、唔再表達，令你以為對方已經放棄呢段關係，放棄咗你哋。但係其實佢哋嘅內心從來都冇放低過，只係佢哋唔清楚、唔知道仲可以用咩方式令你哋感受到佢哋嘅心意。佢哋嘅內心一直有份不安，好驚你哋不停用現實、理性、金錢嘅角度去權衡佢哋嘅感情，希望你哋偶爾都可以溫柔柔情少少，偶爾都可以表露下軟弱同埋疲憊，唔好再經常講反話去傷害對方、傷害自己。其實佢哋每一次都好難受，但係選擇忍耐。明明每一次都睇穿到你哋嘅感受，但係又唔想、唔捨得拆穿你哋。內心仍然期待同你哋之間有發展，只係佢哋唔再敢去主動先表達自己嘅感受，驚再一次受到傷害。所以嚟緊你哋要調整好自己嘅心態，明白感情係需要雙向奔赴，唔可以永遠都依賴對方單方面嘅主動同埋付出表達。隨住你哋恢復返聯絡，重逢見面溝通之後，你哋之間嘅誤會會慢慢化解，迎嚟一次好好嘅交流相處，同埋多一次磨合嘅機會。咁希望呢一次你哋嘅相處能夠積極咁去面對，內心溫和咁去引導對方，打開心房，迎嚟一次雙方都互相主動、雙向奔赴嘅感情。其實呢段關係目前嘅僵局，從來都唔係雙方是但一方唔夠好，只係可能你哋一開始因為過往感情經歷，導致你哋而家面對感情會形成咗一種考察嘅心態，而呢一種理性嘅思維，慢慢磨滅咗對方嘅熱情同埋真誠。對方想要嘅從來都唔係一場充滿算計嘅感情。咁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嚟緊修補關係嘅機會，珍惜對方。第三組，對方一直都好認可你哋身上呢份堅持、有毅力嘅特質，知道你哋為咗維持呢段感情，忍耐咗好多委屈同埋不安，但係佢哋覺得你對未來承諾嘅要求有啲高，無形令佢產生咗壓力。面對住你哋對長遠關係嘅期望期待，佢唔夠自信，擔心自己達唔到，俾唔到你哋想要嘅標準。對方唔係擅長處理激烈情緒同埋爭執嘅人，所以當你哋雙方之間出現矛盾嘅時候，佢哋第一個想法就係逃避，先暫時遠離爭執嘅環境，唔希望爭吵導致到雙方之間嘅關係變得疏遠，但往往呢個舉動就會令你哋造成不安，傷害咗你哋。而其實佢哋仲有好多其他現實嘅顧慮同埋煩惱，唔敢同你哋分享。佢哋擔心同你哋分享咗之後，你哋加重咗負擔。再加上你哋平時想法天馬行空，鍾意胡思亂想，好細微嘅事情呢，又會因為自己敏感嘅特質而放大咗去睇，產生咗好多隔膜同埋懷疑，導致佢唔願意完全坦誠自己嘅情緒同埋感受。其實對方由初初相識你嘅時候，就覺得喺你哋面前，佢哋好似可以變返做小朋友一樣，唔需要偽裝自己。佢哋都好渴望同你哋有個好有承諾、好安穩、長久嘅感情。佢哋好驚你過分用物質、現實嘅因素去考慮呢段關係，希望你哋對佢都唔好咁苛刻。同時佢都會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努力提升自己，變得更加好，同你可以同步一齊共同咁去成長發展。佢哋覺得初初認識你哋嘅時候，你哋係一個好有自信、大方、好閃耀光芒嘅一個人。但係好似同佢哋一齊咗之後，每次見到你變得唔自信，光芒開始慢慢變得暗淡嘅時候，其實佢哋好心痛，唔知點樣先至可以安撫到你哋嘅不安。對方從來都冇想過真正要同你哋徹底分開，內心一直都好懷念住過往輕鬆相處嘅時光。但係目前佢哋暫時揾唔到方法去打破目前呢種充滿猜忌、懷疑嘅僵局。咁以上就係對方內心嘅想法。而家一齊嚟睇下啦，下半年雙方嘅關係發展整體走向。下半年關係咧會迎嚟一個轉變、流動嘅節奏，關係咧仍然存在住一啲隱藏猜忌嘅問題，可能仲會繼續選擇回避敏感嘅話題，需要你哋去主導引導。但係記住，先以一種輕鬆、冇壓力嘅氣氛去傾偈，重建返毫無壓力嘅相處方式。慢慢卸下對方嘅防備，希望你哋雙方都可以各自好好調整自己嘅心態，放下猜忌，重建返當初嗰份單純舒服嘅相處節奏。
愛情入邊最痛嘅從來都唔係結束，而係明明雙方都仲愛，但係就一步一步咁走散。彼此相愛，你冇唔愛，對方都冇唔在乎，只係大家用唔同嘅速度方式去靠近彼此。於是喺呢個愛嘅路途入邊，被誤會一層一層咁覆蓋住。而誤會嘅核心係我哋都用咗自己嘅語言方式去解讀對方嘅愛。關係破裂前，往往最大衝擊嘅就係呢一啲持續嘅誤會。你以為我唔在乎，我以為你唔尊重，但係愛唔等於理解，因為理解係需要時間，而同步性係需要練習。共同嘅調整就需要安全感。你以為對方冇分寸，但可能對方就係因為在乎，擔心自己一慢落嚟錯過咗你需要佢嘅時刻，而你又可能希望呢段關係慢啲，唔係因為你冷漠冷淡，而係你需要時間獨處，將情緒調整好，變得更成熟。所以雙方唔係唔愛，而係都係用緊自己嘅方式，好小心翼翼咁樣保護呢段關係。而真正穩定嘅關係就係允許大家都可以各自完整，接納彼此嘅節奏，唔需要大家節奏一樣，而係當一個人行得快嘅時候，都願意等等對方；當一個人行得慢嘅時候，都唔會甩開對方。世界上本來就冇完美契合嘅兩個人，所以我哋要學識尊重、理解同埋包容。好嘅關係唔係冇摩擦，而係能夠接受你有你嘅方式，我有我嘅方式。需要嘅唔係冷漠，而係一種成熟嘅尊重。雙方唔需要同步前進，只要知道最終大家都願意走向彼此。有時候段關係能夠輕鬆落嚟，唔係終於說服咗對方，而係終於唔再試圖去說服對方，接納雙方嘅所有不同，守護住對方呢份嘅獨一無二。